今日一早呢，我哋去咗 Cornwall 嘅 Trellick Garden，佢位於 Cornwall 近東面嘅位置。如果放大嚟睇呢，佢佔用嘅面積都好大下嘅。佢分別有間屋同埋個花園俾人哋參觀。停車場呢，天光就開門㗎喇，花園開10點，間屋就開11點。唔同於 National Trust 嘅店呢，就係佢個廚房仲係用得嘅，所以用嚟賣啲英式嘅茶點。喺個 tea room 度一度食一度享受風景，真係靚到成幅畫咁㗎。tea room 隔離就有個 one shop， 全部呢可以參觀嘅地方都係樓下嘅，因為呢佢樓上用嚟放一啲未被開放參觀嘅展品嘅。你睇下個風景真係無敵㗎。喺出邊見到大樓分咗3部分，中間呢原本係 farmhouse 嚟嘅，轉咗手之後，因為屋主有12個小朋友，所以呢就加建咗啦。佢個花園真係好大同埋好靚㗎，同埋見到好多平時喺英國見唔到嘅植物嘅。呢一間屋你一行咗出去就當走咗㗎啦，可以落碼頭坐船過對面岸。而呢個看似荒廢咗嘅城堡呢，其實可以租嚟當度假屋住㗎噃。都玩咗2個鐘啦，跟住轉場去另一個 National Trust。